面问题就要我客栈。侬客栈方面话，行语面的当中，侬客栈方面话，行来请当酒店，行来，请当酒店。酒店来熬肚购餐，把宁波飞航的度半以内呢，公进行把宁波飞航的度把宁波飞航的度宁波飞航的度公进行来请当酒店来熬肚够多来来就是来，因为来熬肚购餐把宁波飞航的度公进行来请当酒店，先请来的那些人呢，来因为要得多的钱，熬肚购餐，把宁波飞航的度公进，行来请当酒店来熬肚购餐，把宁波飞航的度公进。要讲面话是客栈，瑶语是汉字。要做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祝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